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今天早上能够到我们的教会来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，也一起来敬拜上帝。同时也有这样的机会，能够向弟兄姐妹们报告台湾神学院的近况，然后也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神学的教育。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耶稣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假如我们看经文里边，路加福音的经文里边的话，我们会看见，从第9章51节一直到19章的24节里边，这边是在描写耶稣基督他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整个旅程。那所以从第9章一直到19章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说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的旅程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旅程，不是一个像观光客要去朝圣或者要去旅游而已。很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他迈向了十字架的旅程。因为到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就在耶路撒冷里面被出卖，然后被受苦，然后被钉十字架，一直到后来3天之后复活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，这个耶路撒冷的旅程，迈向耶路撒冷的旅程，其实是迈向死亡或者迈向受苦的旅程。不过在这边我们看见沿途当中，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带着他的门徒一路上陪他们教导他们，到那个地方就教导他们认识一些新的天国的道理像在野地的上面，让他们看见这个野地上面的花草树木教导他们认识上帝天国的道理。还有到了一个村庄以后，也透过接触的人来教导他们信仰的功课是什么。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里面，经文描写说，他们经过了加利利，迈向往撒玛利亚这个地区。假如对当时人来讲，这个马上他们就有联想到，就像是从一个干净的地方走入了一些不干净的地方。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从加利利走向撒玛利亚，就好像是我们所说的从健康的地方走向疫区一样像现在 H1N1 或者其他的，感觉上就是在以色列人在古代的犹太人里面，他们的感觉就像是这样，从一个干净的地方走向一些不干净的地方。当然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说，这是相当不舒服的。以后我们会再看见这个不舒服在哪里。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耶稣的门徒们有很强烈的一些反应。不过在这边我们看到，他们经过了这个地区，进入了一个村落里面，然后在这边我们看见了迎面而来的有一些人走上来。假如我们看前面的一些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些情况是人出来一堆的人出来夹道欢迎耶稣基督。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出来的并不是欢迎的群众，而是10个让人非常害怕的大麻风患者。他们迎面而来，然后远远的不敢亲近耶稣，就远远的站着说：“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。”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情况。因为在这边我们看见了，通常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描写的时候，很多人 AAKK 他有这样子讲，会拥挤着耶稣基督，然后想要看他、听他说话，还有看他的医治。但是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却看见他们远远的跟耶稣基督保持的距离，然后高声的喊着说：“耶稣老师可怜我们吧。”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欢迎的仪式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欢迎仪式里面是保持距离的一种请求，感觉到对方好像有很迫切的需要，但是却又不敢太亲近，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在这边我们看见的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见说，这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在这边大麻风对古代来说是一个皮肤病的一个通称。常常有人说，这个好像是我们所说今日我们所了解的汉生病。那汉生病里面就是皮肤整个神经的末梢会没有感觉，所以它没有感觉的时候，通常就会腐化掉，然后手指头和脚趾头就不小心就会因为这样子断掉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大麻风里面，不只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生病这样的疾病而已，它还包括的古代的像现在我们所说的一些皮肤病，
像牛皮癣或者金钱癣，或者说像湿疹一样的这些，凡是有这些类似的皮肤病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被称为是大麻风。而且很重要就是在于说，因为他们不洁净，所以要隔离。所以在这边，这长大麻风的人，他们的痛苦其实有多层面的，不仅是身体的疾病，有时候是痒，有时候是痛，还有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，那种身体本身的疾病，这样的痛苦而已。而且更严重的是，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净的，而这样不洁净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必须要隔离。而是隔离的结果就是说，一个人必须要脱离他的社区里边独自的生活。那在古代的社会里边，我们知道的是，一个人必须要在他的社区里边，在他的村落，在他的部落里边生活，他才是一个人。假如他是被隔离在村落之外或者部落之外的话，那么他就是孤单的一个人。甚至有时候像离群索居这样的人，到某一个程度来说，没有跟人接触的这些人，被当作像是死人一样。所以这样子一个疾病带来的不仅是疾病的本身的痛苦而已，而是被隔离、被遗弃、被看作是不洁净这样子隔离。这是身体的疼痛，加上心灵的痛苦，还有心灵的伤害。在圣经里边，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刚刚提到过了，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，好像在阴间一样。所以古代的诗篇里面常常讲说，上帝啊，请你医治我，不要让我落入阴间，因为在阴间里边，谁可以赞美你呢？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在这种情况里边，他们所受的痛苦其实是多层面的。然后在这边我们看见了，这10个长大麻风的人呼求说：“耶稣老师啊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这个意含着很深刻的意义，他不仅是恳求身体能够得到医治，而且也能够恳求很深的渴望，是说他们能够重新被接纳，不是离群索居，而是回到他们的村落，回到他们的社区，还有回到他们的部落里边，重新有一个人和团体之间的生活，就像是人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情况。那主耶稣在这边看见他们的困境，这样的一个困境里边，他知道，他看见他们真正的需要。不过在这边，耶稣这样子说：“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。”在这边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，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看到的是他们的需要，没有错。他知道他们的皮肤病需要得到医治，他们知道他们身体需要得到恢复洁净，他们也知道说这些人需要回到他自己的社区里面生活。但是当耶稣讲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的时候，他说的是什么？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动作。以前耶稣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故事里面看到他会去接近病人，然后摸他，甚至为他按手，或者是说用手摸他，说你洁净了。好，那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他们却没有靠近，反而是保持一个距离，远远的看着耶稣跟他们讲这句话。不过另一方面，我们看到耶稣虽然跟他们保持了距离，让人家觉得是有一点距离感，但是呢，耶稣基督看见他们心里面的想法。他们这些人说：“耶稣啊，老师啊，可怜我吧。”他们没有讲他们需要什么，但是耶稣基督马上就讲说：“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检查。”耶稣清楚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想法，他一眼就看出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也就是说，恢复身体的健康，得到洁净，回到社区里边过正常的生活。那所以最关键的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让祭司能够检查，假如他们干净的话，意味着身体洁净了，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了，他们可以回到社区里边。所以耶稣基督讲这样子的话，虽然好像没有情理，没有那个身体的接触，好像没有温暖，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些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所以告诉他们这个药方里面真正的那个关键点，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就是让祭司能够检查。假如干净的话，意味着就是这些前面所说的问题都得到解决。所以耶稣吩咐他们去让祭司检查的时候，让他们要确认他们恢复洁净的这种状态，让他们可以回到社区里边。因此耶稣这样子吩咐他们。当耶稣这样吩咐他们让他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，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的没有任何手
抚摸，或者说抹上药膏，或者等等这些动作都没有。而很奇妙的是说，当这个10个人，他们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往前走了，就往祭司那里去了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他们往前向祭司走的过程里面，这个医治的过程已经出现了。所以很奇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是在走路的路途的当中，这10个人已经得到了医治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已经身体逐渐的医治，一直到祭司那边去检查的时候，已经身体完全洁净。不过在这边很特别的是，其中有一个人，而这个人里面他看见得到医治，所以他又回转过来。不过不论怎么样子，在这10个人当中，我们看见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之后，他们采取了行动，他们迈向祭司的路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得到医治。这边让我们看见很奇妙的，就是说，当人听到耶稣的吩咐往前走的时候，不论是怎么样的情况，他往前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那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了。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。而接着呢，我们看见说，结果就有9个人当中，还有1个人的一个差别。这4个人都得到医治了，而1个人表现得非常的特别。那这个他表现的特别里面表现在2个方面。首先，他看见自己得到医治之后，他做了以下2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还没有到祭司那边，然后他就马上回过头来，大声的赞美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，因为他看见了奇妙的医治发生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不难想象，以前他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。以前他必须要离群所居，过着与团体、社区还有其他人，甚至是亲人所爱的亲人隔离的生活。而从今以后，他可以像其他的人一样，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建立起人和人，还有人和团体、人和社区的关系。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但是他还来不及去让祭司检查这一些手续或者法定的程序之后，他马上回过头来感谢赞美上帝。第二个很特别的是，他跪在耶稣基督的脚前，感谢他的医治，因为他看见，他知道耶稣基督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，也改变他的未来。耶稣基督是他的救命的恩人。接着在这边我们看见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跪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，他透露自己的身份。经文这样子想说，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。那这个附加的说明其实非常的特别，特别是在于是说，因为一般来讲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仇。刚刚我们提到过了，当这些犹太人经过了加利利进入撒玛利亚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马上感觉到的就是他们进入一个不洁净的地方，一般的人绝对是不愿意走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世仇，彼此的敌对，彼此的互相不来往，这些有它很长久的历史。但是在这个长久敌对不相往来的当中，由于这个大麻风的病人，这些几个人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说这10个人，我们除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之外，其他9个人身份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谁。但是在这边他们共同的现象就是说，他们本来可以在社区里面生活的，但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麻风病的关系，所以他们被隔离的，必须住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他们10个人住在一起，而这10个人又是跟其他的社区里面隔离。这边我们看到他们2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不论他们的种族或者他们的族群是什么，却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麻风病，所以这10个人不论他们身份是什么，他们却因此打破了界限，住在一起。但是很讽刺的是在于说，这些生麻风病的人，他们却是因为他们被隔绝了，所以他们打破了界限，生活在一起。很可能在这当中，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之外，有可能还有其他种族的人，包括犹太人在内。那不过在这边我们看见，他们因为生病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打破了彼此的界限，但是也因为生病的关系，他们共同被隔离在这一个偏僻的地方，
在村落的